模特儿出身的温升豪没有偶像包装，靠着精湛演技，2008年入围金钟奖最佳男主角。这次在电影《1895》担纲演出，让他有更深刻的内在思索。所以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本身就有使命感，不管是对你社会、对你的家庭，或者对自己。温升豪在片中饰演客家抗日英雄吴汤兴，允文、允武以犀利的游击战术闯出新苗军营号，带领观众穿越时空，回到100年前的台湾。你做嘢啊！我係董用人，同董用花做董用人，做你冇，做你冇。你换了古装，在那个氛围里面，你很自然，你的灵魂就会跟那个空间的灵魂做一个连接，感觉自己和吴汤兴真的有连结。客家籍的温升豪珍惜以母语演出的机会。挚爱的爷爷伯父相继过世，来不及看到这部作品，让他不禁落下男儿泪。时间上晚了点。期待观众进戏院继续支持国片。温升豪无畏电影路崎岖，要一路向前。爱好做戏，我爱演戏，我喜欢演戏。爱好做戏，爱好做戏。